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，很清咱平安。今仔踅街踅来中营的啊哦。哦，中英中二，这是听讲即个中二哦。条啊，我咧读册时个还袂有诶，对无吼？还袂有。是来，为虾米要来中营呢？因为最近吼，足侪人咧讲诶，就是台南出足侪啥物总统哦。嗯台南专门咧出好厉害诶人对无吼？咱今仔要讲诶即个人，伊嘛是伫台南哦。伊其实是英国人对无吼？来，伊自细汉就知影名呐，叫做啥物投资未来。伊细汉就决心要去外国传福音，去外国诶意思讲去足困苦诶所在。即个人啊，即个足厉害诶吼！伊为虾米伊足厉害？因为伊几个月就甲白话字学会晓啊吼！咱学几档啊？我学3档啊，吼，阁还袂晓。还会晓解说哦，对，伊个解说互人迄个，这个叫做啥物三字经，这有厉害咱哦。较早诶囡仔会晓读三字经，讲人之初性本善，会晓读，毋知影意思，伊着用台湾话来解说吼。对啊，我这迄个华语的拢背袂好诶，佮用白话字来读。你看伊就是写讲，人之初就是人诶，来讲剃头出世诶时，就是讲人出世诶时，人之初诶意思讲人出世诶时啊。伊就安尼共解说。解说厉害，要出一来本字典。性本善，伊就讲性就是心性，伊讲迄个性就是心性的意思啦。讲心性本然好，本然就是本来啦，本来是好诶。人的心性本来是好诶，后来甲学歹，伊就是用即个方法来甲三字经解说解。所以一个外国人来学台湾话，无几个月就会晓甲三字经解说，这是无简单啦。而且佮出版册，来佮去教新学院诶学生吼，教新学院多嘛是台湾话。而且伊个是英国人着厉害。这啥若有即个文创诶，这是我找着诶吼，一个18世纪吼，迄阵英国人诶文创啦。欧洲吼，足侪拢喷即种诶吼，即种文创。内底拢有一块软诶，人叫做像咱华人较早拢用榻榻米嘛，因用迄个会软诶物件，咱是拢有是用下皮，用棉被做。就是即摆为虾米特别讲即个文创？就是咱今日要讲即个校长，即个医疗理校长，伊就是细汉诶时听着李文斯顿倒一个离非洲宣教迄个李文斯顿，伊个手毋是互狮仔甲夹着嘛，受伤。伊着转去英国诶时，着讲遐个故事互人听。伊有听着，迄阵伊来感动，伊着决心要去宣道理吼。伊细汉就已经决心啊啦。咱来看第一章而且我写是讲医疗理。药理用热字，伊就甲翻译做药理，因为甲迄个音较有接近啦。药理毕业伫苏格兰的爱丁堡师范学院，伊是读师范毕业，师范毕业就是要做老师诶。伊真正毕业以后就是去做老师啦。1883年12月23来到台湾，伫台南学台语。几个月以后，伊就会晓讲台语，所以伊就去台南诶新学院，就是迄阵诶台南大学啦吼，就去教学生读白话字。伊是第一位负责教育工作诶宣教士。较早诶宣教士拢医生较济啊，若无就是专门传福音诶。伊是一个教育家。
第一个教育家来做宣教士，因为目的是要爱伊来做建立学校的代志。是，所以伊自细汉就困房仔门床，因为伊感觉会晓受苦，对无？大汉起来爱会晓食苦，甲有法度人传落去。对，爱食。因为伊的感动是对李文斯顿来的。伊细汉的时就听到即个人足厉害。李文斯顿应用，因为李文斯顿原来是苏格兰跟他4个大学，有去等去因的大学演讲，后来巴克勒牧师甲真济就是讲苏格兰足济宣教士拢愿意出来，就是受李文斯顿的影响真大。一个去非洲的人吼。一个非洲，听讲伊做汉蛮讲道啊。但是伊佫有发现足济有名的非洲的所在，足水的所在，很神奇安尼。所以其实台湾的第一间中学是安怎建立的？咱来看迄个背景吼。咱知影巴克勒牧师因为已经伫府城已经甲迄个府城大学已经设立，设立有大学无中学，伊学生要安怎来？伊就感觉讲伊学生的来源就真困难。无人来读。所以伊就想讲一定爱建立一间中学才会使，因为中学读了，佮刷落来大学拄好啊。伊就尽量要想办法要建立一间中学，巴克勒牧师啦。所以伊利用放假等于英国的时，伊就是发迄个应征的，就是讲征求有人愿意来台湾，来台湾办理教育、办理中学啊无。拄好拄着一个余兆礼，咱拄则小可有介绍哦。余兆礼伊细汉的时阵，就已经要做宣教师。伊毋是拢下暗时咧困房啊，因老母讲家偷看，讲逐个暗拢奇奇怪怪伫房间创啥，就来看讲是咧创啥，就入去家看讲原来是咧甲迄个软的迄个点文床点，就是讲较软的迄个碰子，甲伊摕起来，伊困踮定的房仔顶悬，问伊讲为虾米你要安尼做？伊就讲伊要做宣教师，宣教师拢爱有足好的身体才会使，所以伊就爱安尼做，爱安尼来先训练，因老母就甲伊跪咧祈祷，讲好，安尼恳求上帝来成全伊的心愿，就安尼，伊就后来大汉啊，伊大汉以后，伊苏人伊毕业就去哥林维治来做老师啦，巴克勒牧师放假等去英国，在呼召人来台湾的时，伊拄好看到迄个消息，一声就去甲报名，讲机会来了，就去报名，真正，迄个巴克勒牧师要转来台湾的时阵，就先煞甲余兆礼这个老师先煞带来台湾。就是安尼啊，就呢，这个人来以后，迄阵也阁毋是即阵的土地，也阁是迄个甲内面、甲城内的所在吼。后来阁有搬三个所在啦。伊第一个是伫一个即摆叫做起创学校遐啦，后来就搬去新楼，对新楼甲个搬入去，但是伊拢也未搬入去，伊直到新楼伊拢也未入去。到第3任校长时，目前咧用即间学校甲起好，甲搬入去。总是伊是第一个，余兆礼牧师是第一任的校长，伊也是第一个教育的宣教师。中英中学毋是安尼尔中英中学后来阁去中英大学，中英大学是对中英中学分出去。会当讲对遮出去，所有伫遐建立的人是啥？就是新学院毕业的牧师。迄阵有一个苏金安校长嘛阁有牧师，阁一个医生，3个人协力。阁有一个就是基美的董事长，佮愿意帮衬。伊将所有要去学的钱，一概照学校员讲好，超恁用。
毋免利息，无简单咯，甲老师用接出来。伊做足侪教育诶代志吼，拢是听讲拢是无趁钱诶吼。迄因翁嘛是吼，伊佫有一个博物馆伫台南。所以咱知影第一个人，第一个姚李先生，伊愿意来台湾，伊就开始来建设这间学校。伊对小小学校开始，成立的时候，伊成立的是叫做台南长老教中学啦，也个毋是叫做中英。迄阵敢若查甫，敢若招生查甫嘅学生，所以后来佫有去一个查某学生嘅中英女中嘛，就是安尼啊，有男生有女生，这两间学校都伫隔壁。即本已经听讲起来做参考。这间是无在做教室，是在做体育嘅学生嘅器材。大楼啊，是。拢这是第一，算个较早起诶，已经百几档诶历史啊。所以其实是有几个校长吼，正中个一个代理校长。你讲余姚李对无？余姚李因为因太太无适合伫台湾住，身体无好，所以伊不得不24，伫台湾15冬嘛，就搬去大陆诶一个所在，想讲遐诶天气较无像台湾遮尔湿，就搬去遐。台湾遮变无校长，所以就有3个牧师轮流来做校长。迄阵伫台湾。住伫台湾诶3个牧师，即3个咱拢已经一个有甲伊讲过，就是宋中坚吼，伊就是爱中坚来打击咧，过来佫一个甘伟林迄个写一本字典，即摆人大家拢爱用诶台湾字典，蒙音诶字典啊，新字典，佫来第2任校长。第2任诶校长伊名叫做惠仁顺。惠仁顺吼，剩诶，人家看后礼拜甲来继续讲，伫台湾除去校长以外，老师有足杰出诶。咱来讲者老师。对。所以咱今仔日就介绍到遮就好，咱知影讲第1任校长是啥物人，伊是安怎来。拄啊，伊想要做宣教师，总是上帝甲伊开路啊。虽然伊等足久，等到30岁，你看伊到伊诶学校毕业，佫去做老师，拢也未甲伊讲，忽然间有人需要，伊就对啊。所以讲上帝为着一个愿意为做工诶人开路，这是一定来达成伊诶愿望。所以咱就看到保罗伊嘛是安尼，保罗有那共款，伊嘛是做教诶一个人吼，读做侪册伊有上帝呼召，就讲上帝伫伊诶心内有做工以后，伊就了解，了解以后，保罗家己写讲，但是并所做我有利益诶，讲伊掠准足好诶物件伊无爱啊，为着基督我已经看伊做损害。毋然呢，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，因为我掠捌我诶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。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，也看做本色，是爱要得到基督。这是伊家己写诶一款诶心愿。其实所有得到上帝呼召诶人，拢有迄款诶甘愿。像咱今仔日讲一个校长来讲。这个第1任诶余姚李校长，伊嘛是共款，伊知影讲要做宣教师，就是爱食苦，就爱堪伫食苦，爱有足好诶身体，爱甘愿吃亏，放弃伊所有诶享受甲快乐。伊知影未来，毋是要，就讲你诚做上帝所呼召诶人，你愿意掠基督做你第一好诶时阵，世界诶物件。
就袂当吸引你，伊会当甲伊放杀。所有艰苦诶代志摆伫面前，伊有哪面对？这就是一个人受上帝呼召以后会改变。无简单吼，因为通常拢是已经做好啊，来做老师伫英国做老师对吧？但是伊个无放弃拢真稳定啊，嘿啊，拢甲放弃，对，拢无想讲吼，安尼就好啊。伊个继续嘛是咧想讲上帝当时要叫我去做代志咧，所以伊若听着即个呼召诶就是迄个呼召诶声，就放肆伊，放肆伊诶工课，伊诶快乐，伊诶人生，伊诶未来。安尼嘛是无简单，因为因某嘛爱支持。因某哪对伊来？对伊来吼，只是无爱甲带来对。后来身体无好，所以就搬走安尼吼。好，所以一个学校诶建立，伊上帝毋是干叫咱爱去信耶稣，去信耶稣。逐个人拢讲，你基督教拢叫人就是爱去教会啊，无就会啥物落地狱啊之类。但是上帝是足关心人诶教育吼，做侪所在诶吼，毋那是关心你诶生命尔。全人关心啦，每一个方面。咱看台语教室吼，台语。继续看这翻袂出来圣经诶创世纪第3章第1节，就有一句话，讲蛇比别项诶动物拢搁较狡猾，比较干巧吼。干巧。咱即摆讲干巧，可能白话是圣经是讲狡黠，就是高刻高刻就是干巧诶意思啦。高刻伊是翻译做高刻。高刻，这是狡猾呢。还有关圣经内底还有一个什么躲避的闪避啦，这闪避就咱闪避的意思，躲避就闪避，来害怕就讲惊吓，肚子毋是讲肚子，我知腹肚，你知影腹肚。来脚跟就是骹后底，脚跟个骹后底。这拢是爱念做伙，中爱搁一位。有啊，3字念做伙啊，骹后底。骹后底是南部人讲，北部人就讲骹后底。骹后底。阮拢是讲骹后底，就是脚跟啊。骹头虎是啥？骹头虎，嘿啊，骹头虎是啥物？骹头虎，膝盖啦，人讲膝盖。骹头虎。来真字就是讲气魄。气魄咧烧烧袂去，就是摩西第一届看到异象，看到气魄咧烧烧袂去。积累就是讲积累。来恐怕讲行了，恐怕会失败，就讲行了会失败行了。恐怕讲行了，来最后讲相似毋是讲相识是讲三亲像。三亲像。相似，这个跟那个相似三亲像。三亲像，好，来，观众朋友倒一个吼，恁个知影有啥物圣经内面讲，毋知影要读诶，拢会当来问老师，还是恁知影内面无诶，会当来甲阮讲吼，看恁个知影有啥物话吼，是伫即个圣经内面，还是恁平常时吼，毋知影要安怎讲诶，都会当问老师哦。咱今仔日讲到即个投资未来诶，为细汉就开始吼。咱即阵要讲
要安怎教囡仔吼，囡仔要学啥物上好，对无？嘿，应该叫伊练身体吼，困较早房啊。囡仔，咱看着较早囡仔是家己决心要经倒一条路，毋是家长家己决定诶。真正诶，迄若家长决定诶，以后可能像即本做者叫做啃老族对无吼？迄个拢无咧做头路，啊来无咧食头路，啊来拢食爸母诶钱，感觉倒啖遐叫躺平。希望咱诶囡仔吼，拢是会晓家己投资家己诶囡仔吼，等待一个机会。啊，今仔日观众朋友有来听诶人，拢是投资家己诶人吼，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安尼，无简单吼。咱共款后礼拜 AM 拜一 AM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下晡1:10，要做伙来讲故事吼。后礼拜咱要来讲228，因为后日就是即个228。228，台湾较有诶节日啊，台湾特有诶咧，甲全世界敢若台湾有尔。是，嘛多谢观众朋友，咱有看到美华剧来美秋明辉吼，做伙来遮，佮有你无共咱拍招呼诶，今仔台语讲无啥好，嘿，向咱讲较落诶吼，朋友吼，嘛祝福恁吼会当投资未来。而且吼，会当啥物准备机会，无论几岁拢不要紧对无？因为上帝无你看几岁吼，看人有愿意做诶心。你若甲上帝讲，我想要来做你诶工课，啊来，有一工就有即个机会吼，会当做上帝诶工，是做好诶代志。好，安尼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谢谢，礼拜再会。再会。